华山新市爱心体赛站庆祝成立17周年，特别选伫咧新市青宝宫活动中心办理感恩茶会。活动现场来了诚侪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前来同乐。托马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再来泰国表演，甲现场长辈欢喜互动。除了小朋友鼓做表演，视听芳香工作室也特别为长辈准备了精油料理。陈亮宏地政师也伫现场提供反诈骗以及法律咨询，还有新市农会公庙代表等等，拢做伙来关怀华山的长辈，推动就是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的理念。那本次的活动，有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有社政单位的宣导之外，然后还有精油放松的服务，以及地政士咨询。然后还有番茄幼儿园的太鼓表演开场，然后跟中信科大的带领长辈们做伸展运动的服务。现在有很多就是中间地带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没办法照顾那么的全面。那就是希望有一些就是在地的一些社区可以一同协助，邻里之间可以互相的帮忙，这样子大家才能就是互助。因为每个人毕竟都会老，所以也希望在变老的路上，有大家互相的帮忙。中信科大休闲运动管理系师生特别为长辈量身打造一套温和舒适的活力操，带领长辈运动放松。这些单位用各种方式共同关心社区长辈。华山新市爱心体赛站感谢所有人的善心善意，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做伙加入关心长辈行列。台湾新闻周秀仪采访报道。